继续要来讲，这个蚵仔是芬林的拿内乡真主要的农特产品，但是无像大甲蚵仔遐尔有名。当地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特别办活动，要来推广在地蚵仔的产业。 这么大盘的综合蚵仔饼，敢若50块尔，除了小个大碗，食起来阁透心凉。因用的蚵仔嘛是哪来出产的？真侪食过民众拢讲，蚵仔煮甲绵绵阁松松，有够好食的。小个大碗好吃，很好吃。民众亦只讲，因所用的蚵仔拢是在地，而且拢是现烤起来现煮。即马店内上受到欢迎的就是综合蚵仔饼。我的综合饼比较有人吃。 好，靠有销。蚵仔是拿来乡主要的农特产品，为了将在地蚵仔销解予愈侪人熟悉，伊嘛规划会伫咧8月份举办有关蚵仔的 DIY 体验活动，邀请民众会当伫咧网络报名来到拿来佚佗，食并顺线买蚵仔。所以我们必须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